多谢原因来看南投的消息。南投县信义乡的第二村出名的大自然的风景点土沙湾，这是真侪游客到这个落水溪线4个部落指定的欣赏的景点。为了兼顾游客安全甲舒适，信义乡公所开前举办特别打造高高山的观景台，让游客有全新的感受。 大家同齐拍开暗布，宣布由信义乡公所打造的土沙湾观景平台正式陆续启用，后来者欣赏风景游客会当感受到安全舒适的观光旅游品质。观景平台的落成典礼，其实也是代表了日管处这几年持续的在丹大 布农地区所谓的浊水溪部落呢，持续投入各种软硬体建设的一个小小的成果。土沙湾观景平台有立管处补助，已经顺利陆续启用。未来信义乡公所已经向县府争取到4000万经费，预计会用玻璃来打造观景平台。政府出资4400万，在现有的这个观景平台来做建构一个玻璃的观光 延伸的一个平台。一个空地本来发真侪草啊，即马除了打造观景平台，毛变数和休闲设备，所在视野毛变更加宽阔舒适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